最近有網民影到喺壽司郎食壽司嘅時候，影到喺回轉帶上面出現咗一段只有2件白飯，但係冇咗刺身嘅壽司，話有人中途夾走咗嚟偷食。但係亦都有其他人分享同樣喺壽司郎嘅回轉帶上面都發現咗多碟只有白飯冇刺身嘅壽司，而且碟面仲清晰咁見到嗰啲豉油漬同埋芥末漬，所以就出 post 鬧爆啦。其實回轉壽司文化大家要好尊重先得㗎，大多數人都會好自律，但係出現呢啲咁嘅行為就唔知貪心定貪玩，咁好影響食慾同衛生㗎嘛，所以大家要注重一個回轉壽司食客的自我修養。尋晚去宿舍也探訪過回轉壽司，派咗幾粒鐘企到腰酸夾頭暈，坐低見好多，實是唔係講假，新鮮又特別，直頭日本嘢，為食敢死隊我屬如三家，最注重衛生又要新鮮炸味部，見條壽司回轉到要問點解，美味三魚為何失蹤㗎？得返2嚿飯，壽司你好嗎？或怕是話香港 no 白飯點數？那個 potato no sashimi， 實行勇敢問跟佢 friend 下，成日去 sushi bar 見過㗎好那咋，紙巾如垃圾地落於回轉帶到。雪糕